嚟緊啦，會講一講網路嘅設置啦。咁我哋去翻主菜單入邊一個網路嘅設置。咁我哋揀翻第一頁先啦，係呢個基本設置啦。咁個網路嘅接入嘅方法，分別可以有一個固定嘅 IP 啦，或者動態嘅 IP 嘅。咁如果你揀個固定嘅 IP 啦，咁我哋就可以睇翻我哋個網絡入邊一啲設置啦，就去選擇翻定義咩 IP 俾佢啦。咁亦都可以設置個subnet mask 同埋 gateway啦。如果你需要駁到一啲時間嘅同步咧，去同出邊一啲 NTP 嘅 server 去同步啦，咁需要入翻出邊 NTP server 嘅 IP 啦。咁下面啦有一個HTT port 啦，HTT 埠個 port 位啦。咁而家最初咧就係set 做8000嘅。咁呢個8000呢個 port 啦 ，HTT port 啦，係如果係用一個IE 嘅訪問啦，訪問翻經過網絡訪問翻呢部 DVR 啦，咁你需要啦入翻一個192.168.0.20啦，跟住冒號啦，跟住再後面打翻呢個8000嘅 port 啦，咁你撳 enter 就可以去訪問到呢部 DVR 噶啦。咁下面有一個媒體個埠啦，媒體個 port 啦，係同一啲PC 嘅聯繫嘅 port 嚟嘅。咁下面亦都有個對講埠啦，就係講緊聯同其他嘅設備啦，一啲嗰啲通訊嘅 port 嚟嘅。咁啦，有一個高級設置嘅第二頁啦，咁佢有一啲叫致碼流啦。致碼流嘅意思啦，就係如果我網絡嗰度啦，如果經過網絡去訪問部 DVR 啦，咁而個網路質素咧較為低少少啦，咁佢就會自動幫你去用呢個致碼流個設定去做呢個俾你去觀看㗎啦。咁致碼流呢一部分啦，咁就唔需要設定嘅，系統已經幫你設定咗嘅。咁你可以設定翻個畫質啦，個 frame rate 啦，每秒可以睇6格啦，或者2格嘅。跟住啦，嚟緊啦，會有一個 email 嘅設置啦，同埋 DDNS 嘅設置啦。或者 DNS 嘅設置啦，手機監控嘅設置亦都可以喺呢一部分度設置嘅。咁呢度就係咁多啦。